今年要到咯，新北市的动保处专工办一个甲蛇相关的展览幕，要教民众来分辨蛇敢有毒，嘛教民众若拄到蛇要安怎办。蛇年要到啊！这只蛇伫咧主人的身躯顶扫来扫去，不时佫会吐籽，看起来有小可惊人。毋过伊的主人家当作是宝贝。姚小姐讲，一开始要饲蛇，当然有真侪顾虑。毋过实际饲就发现讲蛇足温柔的，嘛足够甲人塞奶的。一开始我也是怕蛇的，可是大概到后来了解过后，才发现原来是我们不了解蛇。然后其实了解过后，就发现其实蛇比我们所想的没有那么可怕，也很可爱。饲蛇就甲饲一般的宠物同款，天气变寒，爱互因加热毯啊，保持29至30度的温度。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唔通计是蛇冷冰冰就袂感到，蛇会流鼻水，嘛会破皮。只是通常蛇破皮的时阵真好发现，会当观察因是毋是有鼻仔起泡、喘开大声，甚至是落屎的状况。像今天天气很冷，我们带他们也会有放暖暖包啊、USB 加温等。然后如果要感冒的话，就是可以看鼻子会冒泡泡。它会吹泡泡。这是新北市动保处为着新的一年蛇年所举办的展览，伫蛇年互民众认捌更较侪蛇。蛇这种生物，它们其实视力不好，然后它们就是靠比较大的，他们会去认比较大的动作。然后你动作只要一大，它就会怕，不要接触它，基本上不会有危险。根据新北市动保处的统计，去年新北市拢总收到3000多件的民众报案，讲厝内有蛇，其中有150件是宠物蛇。动保处提醒民众拄到蛇，千万爱冷静，唔通激动，动作手大会去夹到蛇，颠倒有可能造成危险。记者伫阿选柯敏哲新北报道。